青春越剧闪亮绽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2019年6月到8月盛大登场。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传统戏曲的饕餮盛宴。东方大剧院 APP 和微信公众号全程网络直播，艺术人文七彩戏剧频道精彩花絮选播。8月6号起，上海大宁剧院现场展示，购票请登录大麦网。青春追梦，让我们在最好的时代绽放最闪亮的青春。粤美中华，青春出马，加油加油！粤美中华，越青春越闪亮，耶！在上期节目中，粤美中华新雷组首轮汇演第一场，共有5位成功晋级，5位进入待定区。新雷组首轮汇演第二场，有5位成功晋级，3位进入待定区。本期节目，我们将为您呈现粤美中华首轮汇演新雷组第3场、第4场的精彩内容。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粤美中华新雷组首轮汇演第3场的评委是著名戏剧导演孙洪江、粤剧名家黄美菊、粤剧名家张小军。除了3位评委亮灯外，汇演的同时，网络上也发起了人气投票，点赞数高的选手能够获得淘汰豁免权。空。
苍看高来看不见，哦，有了，便亏石头才看得清。
内望。
去，生死应。此言我深深铭心腹，生死受之。老恩师提出你的空留山，那隐藏此情上的茶分明。倘若此案真与错，莫真难。一结束时披在云楼杀死，推翻人海重生难。你私藏下马上，也不平衡第二些参犯儿，万乎生命。才非情。有啥事你的母亲便欢迎他在他，怎能不理不会跟随仇之城？当他是公正廉明，亲自加生死受之。四片尘，平生才子诚心望。我与那张红成了同115号来自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的张亚，117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陈敏娟，118号来自南京市粤剧团有限公司的裘赛林，以及119号来自浙江艺术职业学院的印京莹。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进入了待定区。111号来自阜阳粤剧艺术传习院的于杨澜，113号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的沈燕，121号来自绍兴艺术学校的王小小，以及122号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王金红。由于没有评委按灯，和只有1位评委按灯，遗憾离开粤美中华的舞台。本场人气投票的第1名是119号印京莹，由于他已经进入待定区，所以淘汰豁免权作废。因为是新雷组嘛，所以我总体感觉还是比较稚嫩吧。不管从表演上也好，还是唱腔上也好，从表演的技巧或者唱腔的技巧的掌握上呢，还是不够的成熟。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每一个优秀的演员呢，都是从这个阶段过来的。我其实从第1个选手到12个选手呢，我其实看得非常的仔细啊，因为近距离的我有非常的关注他们的这个眼睛的表达，因为我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你要想让观众知道你在演的这个人物的角色的想要表达一些什么的话呢，首先要通过你的眼睛来传递给观众。所以我从第1个选手到12个选手，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眼睛呢有眼睛，但是没神。所有的选手，我希望回去能够好好的再打磨，争取在下一轮的比赛中取得更好的成绩。我们的那个演员呢，就是很多演员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情绪的表达上，就是整个折子戏下来会感觉不是很连贯。那么有些呢，就是动作上，因为动作你还是要为人物服务的。那么就是有些动作呢，可能孩子们呢体现出来不是很清楚，就是我们也看不明白他这样的情绪，他为什么要这样的动作。所以呢，我建议一些学生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表演也好，在演唱也好，要了解这个人物，
然后要走心，不能只注重人物的一个外形，而缺少了人物的一种神韵。越剧，袁雪芬老师经常讲，他请了2个奶妈，一个奶妈是话剧，一个奶妈是昆曲。他为什么请2个奶妈？我们越剧除了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内心、心理写实、内心的体验，他对人物的体验。你看看我们的老前辈，他演活了这么多人物。但是我现在提这个要求，当然为时过早，我觉得为时过早，因为我们青年演员现在处于苗红的阶段，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是我觉得演员应该是往里边走，应该去体会人物，体验人物，这也是越剧的一大法宝。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本场共11位选手参加展示，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位选手展示完毕，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若2位评委亮灯，该选手进入待定；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粤美中华新雷组首轮汇演第4场的评委是著名粤剧编导陈伟荣、粤剧名家胡佩蒂、粤剧名家黄燕武。除了3位评委亮灯外，汇演的同时，网络上也发起了人气投票，点赞数高的选手能够获得淘汰豁免权。
宝玉啊，这都是为你好啊！
对君上美句，表奏君子意呀。弟弟，来上酒。弟弟，吊船，使君悄悄入夜，不知何等样子，才是小姐放心啊。哦，可算得，这是父双此次不许泄好景。王儿请。去。家爷，他相公回来了。钟楼，你怎么讲？他相公回来了。我儿回来了，在哪里呀？在哪里呀？他相公跪着你。哎呀，钟楼，我命你寻找他相公，你怎么叫这孤老绝来呀？他就是我家大相公啊。他就是你家大相公，你在哪里找到的？东门大街什么所在？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呀。下跪后尘，不晓儿远哦。你见到为吾，因我不带起头来；孩儿不管抬头，你带起头来，你带起头来你。弟家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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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爷。爱
洋洋激情，父命那小来心，许你做梦，你领是崔子夫，怎样一千？难道是这些人你深疼我言？官家子做个郎，你颠走祖先，你祖母曾为官做督察员，父伯才言成才长尊为官，你的母虽高峰伶俐成言，小奴才呀，你是红梅生着来山，你我死在下贱哦，你夸得为父10123号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施梦田，124号来自绍兴艺术学校的邱亚凡，126号来自宁海县凭吊艺术传承中心越剧团的吴九礼，以及132号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金乔敏。由于只有2位评委亮灯，进入了待定区。来自舟山市艺术剧院的125号选手林梦和131号选手林涵琪，由于没有评委亮灯，遗憾离开越美中华的舞台。来自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128号选手姚玉晨获得新雷组首轮汇演第4场的人气王，可以使用淘汰豁免权，由原本的淘汰区进入待定区。我发现了几个未来的越剧之星，今天看下来真的是非常高兴。是的，那个2个小生，那个一个杭越的一个孙宁宁那个也贾宝玉的少白的那个韩梦莎韩梦莎这个吕布，对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有前途。还有一个花旦就是上海越剧院的那个陈新宇演的于晶的那个我觉得这个演员咬字非常清晰，唱腔也非常清晰，韵味比较好啊。少白的那个王家南那个演陈北海的那个老生，黄家南这个老生我觉得他很有点儿。你别看他瘦瘦的，但是他这个很有气场，因为我们这个行当呀，就是越剧，我们说重视这个花旦跟小生，实际上我觉得各个院团还得要重视行当的发展。最大的问题呢，还是个唱的问题，就是这个字正腔圆，大家都是知道的。对，就是这个嗓音条件呢，我听了以后，我觉得都不错的，因为大家都还年轻都是不错的。希望演员呢，今后在练这个唱念的时候把那个字再咬得真一些。在下周节目中，戏剧大舞台将为您带来越美中华新雷组首轮汇演第5、第6场的现场实况，究竟哪几位能成功晋级呢？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